啊，若要做科学的研究的话，这个问题，因为那是机器本身，伊影响到你的相片的品质。所以爱动黑，其实平常时阮较定用的是天顶的迄落，你天顶这小天小光的时阵无云的时阵，伊入来的光应该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若到你的迄个 CCD 顶悬的，逐规拢是一模一样的。问题是你翕落来相片，你的品质，你看起来就袂一模一样。这就是由你机器的影响。啊，迄个模式，你套去你平常时翕落来相片的时阵，会使甲修正、甲修正。嘿，或者是用平常镜啊？平常镜，我们没有用平常镜。哦。对对，所以我们是用来去平常这个相片，这个迄个资料甲修正的。安尼形成讲，你处理了以后的迄个相片，较会使接近讲上原始的迄个天顶应该有啥物机理。安尼你去做科学的研究，安尼会较准。这是大科要安怎写？迄拢是平常时阮可能迄落天光要去开天记者，就互伊去。大课本有当时爱看，阮即摆做法是讲，看你，比如讲我有相片翕60秒，有相片翕200秒，安尼阮就翕200秒的大课，60秒的大课。因为这机器这相机做了袂歹，所以伊外口的光袂影响到，所以阮平常时拢是要困的时阵，就等落去，看伊会翕偌久安尼。你应该知影，毋知影所以是大课，这翕相机电子的物件，伊电子的物件你通电伊的扫的甚至翕相时，伊内底一定有大课 BIOS 这种物件就是只要通电，你就会机关物件是顶悬，较简单讲是安尼，所以只要通电，不管你翕偌久，伊拢会有机关物件。问题是你若无翕天顶你若无翕星有啥物物件？这是伊电子仪器家己生出来，通电就有啊。另外一种叫做大课这种物件，含伊的温度，含伊的翕偌久拢有关系。你翕愈久，伊大课会愈济。温度愈悬，伊的大课愈济。问题遮物件，大课BIOS flash 这种物件，全部拢会在你平常时你翕星的时阵，拢会翕在你的迄个low data 内底，你的翕落来这个相片内底。问题是遮物件拢是天顶应该有的，所以这个科学研究的进程，这拢爱甲提出来，甲这 low data 甲修正伊天顶应该有的状况。安尼去比较这星，比如讲这条星偌长，这条星偌长的时阵，较准。无你比如讲我徛一只，甲你比，你徛伊比啥较悬，安尼敢有公平？安尼就无公平啊，对吧？所以爱用共一个水准去比较安尼。有无？看到啥？我会使问。你喜欢 X 大？平常时食饱伊无代志做，伊就使来耍啦。无啦，主要迄个物件是，因为你正常发，这可能是我画歪。伊其实伊有一点往北方，主要是讲因为伊会徛安尼时阵，无按要甲即个迄落窗互伊逐工我嘛要去困，要休困的时阵，这会固定去迄个方向。因为主要是因为这漏水啦。阮无希望讲伊漏水点，伊就遮漏，逐年去走来走去，所以阮希望伊即摆一北边，固定一个所在漏水，
咱会使控制讲莫互人着，嘿，所以伊即马按家伊困的时，伊歇困的时，伊的方向是正飞顶，小歪歪。啊，问题是有当时啊，阮若要看伊去的时阵，这你要听大声，伊这做大，所以按迄车啦、煞来遮去人住遐，所以迄会使迄落控制讲安尼小大。啊，毋过平常时下暗要看菜先就迄，嘿。像我们家这类做导新的时阵在哪做？做导新就是有即个，嘿，即个嘛是一个翕相机，啊，小相机连去电脑，嘿，啊连电脑伊会控制讲，比如讲我遮咧翕的时阵，伊嘛，迄落同时间做伙翕。啊，比如讲，我若甲指定讲，即粒青应该是即个位，本来是这可能袂足准，伊就小小照片时，啊，伊一直翕的时候讲，那照片伊会甲即个提供，啊，你爱怎样？所以这是导师，他是用即兴记的，他是即兴校正还是？对不起，他是即兴校正，还是可以校正，或是他是？阮即马有当时是互家己找，比如讲伊较细嘛，所以伊看着会较少，无一定啦，爱看所在啦。嘿，有诶所在较济，有诶所在较少。啊，着看较济伊就会使帮我找较济啦。嘿。你们有问题吗？有问题无？想要问，为虾米即个1公尺诶千里镜无亲像迄个40公分诶？无迄个，外面有一个管壁。哦，我嘛毋知，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安尼啊。嘿，啊有好处就是讲，你若风较大的时候，伊较袂受影响。嘿，因为你若像迄个规条的安尼，风去吹的时阵，伊会翕嘛，对了。啊，这较袂。问题是，缺点就是讲，你若边仔有人拍火、拍光啊啥，伊就较受影响着。嘿，所以安尼啊，另外一点就是你毋是全部的迄即个拍起，伊食重较袂较重，嘿。最近移动的关切啥物？哈？最近移动的关切啥物？无一定爱看啦，爱看，因为阮即个天理镜，伊基本上是，因为拄仔老师有讲嘛，伊是可见光，比如你讲咱迄个做田的人是讲看天食龙的，嘿，所以讲你天气无好的时阵，你就无法度做代志，无法度无青通看。嘿，对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，因为阮时间拢用排的。阮4个月排一间，啊排好，比如讲今仔的时间就是老师的时间，因的时间，啊因看因要研究啥，因当初在去申请的时阵就讲因想要研究啥，嘿，啊因今仔就是因的时间，因要看啥就互因去决定，嘿，啊所以讲有当时啊有的人会看青，有的人看迄个肺青。扫帚青，有人不一定爱看伊看啥，反正主要就是讲，伊看伊会使看伊来，拢会使做。嘿，啊，主要就是讲看今仔的人时间是啥，伊要用啥，就互伊去决定安尼。嘿，啊，这拢事先拢排好，4个月一间。啊，所以讲天气无好，算你衰，就算你衰，就是安尼啊，嘿。今仔的话题你啊天气无好，你就啥物拢无。对，所以有当时啊有学生听，可能听了4、5工天气拢无好。对，我有当时我讲你有去拜无？拜阿门嘛，拢会使。看拜练习，嘿，主要是安尼。头练起来超大，什么？这样。哦，就先看了，然后不用买。
所以你会使看到，平常时在你著看册的时阵，阮拢动即个，拢动即个机器千里镜尔。啊，伊会含即个圆顶，怎样讲？艺术地。哦，艺术顶去量做伙，啊，伊要看对，伊会知影伊要看对即个项啊，伊就会刷去迄个所在。嘿，所以平常时是安尼。啊，因为即个厝顶是阮台湾家己做的，啊，台湾其实无人去做即个厝顶，所以这是阮同事家己设计，啊，请人去来用的。所以其实加减减有一寡问题啦，啊，慢慢解决安尼。哦。嘿，所以看迄个对面迄个40公分，头前有一个迄个摄影机，然后讲，嘿，小像，遮嘛有，你看迄个后边遐，遐嘛一台，嘿，所以迄台小像主要嘛是看讲，我即马即个天日镜要看出来的时阵，有无即个厝顶挡掉的，嘿，啊，即件代志足重要，为虾米呢？因为阮伫做研究的时阵，其实恁若有用过家己迄个，比如讲恁学校还是高中，以前高中、大学的时阵，用过迄个千里镜较细台的，你一定有人会做白目的去头前甲你读，或有当时你一时来时你练的时阵、练设计的时阵，有人去甲你读，伊若无全部挡掉的，你袂发现，你会感觉说手啊，可算是小可变暗尔。问题是你袂发现讲我记的几个圆的，顶悬是乌的，下骹是物件，是看无的，这是跟伊的迄个有关系。所以小翔即台看出来的时阵，你若互厝顶小可挡掉的，挡一半、挡1/3拢无要紧，问题是挡掉的，伊入来翕到的星，伊的光度都有问题。安尼做出来迄个研究，迄都有问题。所以迄台最重要就是因为安尼，阮无希望讲你千里镜看出去有一点仔去互厝顶挡掉的，拢袂使。对。安尼这是有人咧看讲，敢有挡掉，还是迄影像？阮拢会看。还是家己会判断讲？袂。哦。嘿，拢爱人伫遐随时看讲，有挡掉的无？拢袂困的。拢爱。啊，当然啦，因为阮规个下暗拢袂使困啦，所以阮上班的时间是看日头晚班的。早起困啊，是暗时咧看。嘿。安尼身躯敢袂歹？身躯袂啊，我问过医生讲袂。你是有困，毋是无困，只是困的时间跟别人无共尔。嘿。对，阮是美国做啥？想要问迄个小翔。两个小样，只是迄个较旧，嘿，啊，以前是用伊，只是讲伊布嘛，啊，恁个中间佫一条线，所以我家己是认为讲迄无啥病啊，啊，你家己血若拍起去，若歪，顶悬的是可能较光，下骹较无光，安尼你目镜内底可能佫无准啦，佫愈无准啦，嘿。啊，迄是后来嘛是阮同事家己做的，家己设计的，有较好，比迄好足济，嘿。所以啊，即两个拢是天气无好的时阵来用的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嘛毋是有当时啊，恁若逐工家己透开，加减拢有物件会落入去，所以逐工你翕起来相片应该拢是无共的，所以。基本上应该是爱逐工拢翕 flash， 只是讲有当时啊，毋免遐骨力啦。有当时啊，你可能，比如讲你即届可能3工5工，至少最少爱一届爱有翕着，安尼你的资料较使用，嘿。啊，迄电风是咧创啥？电风伤大。无啦，有诶，因为其实有诶老师也是啥物，你是来时阵才关起嘛，有日头，日头晒诶话，内底温度会悬。啊，为虾米阮看星会？日诶，
死一个，嘿嘿嘿，对，死一个，为什么是安尼？因为有空气，就像你看水池啊烧啥，水池啊下骹会翕来翕去对无？烧啥？空气嘛是种含水差不多，伊的空气嘛会动。所以你看青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死一个？是因为青的光对外口入来的时候，经过空气，伊若袂动，就直接因为你目睭嘛袂动来动去，问题是空气会动。啊，所以有当时会入来，你目睭有当时会走去外口，入来走去外口呢，所以你看伊会死一死的，对。啊，日时来的时阵，那日头晒，你内底会较烧，外口就会较冷。啊，你拍开的时候，烧空气会走出，冷空气会走入来，所以会变成空气会走来走去。所以有的老师，有的研究的人，伊会认为讲，啊，我若即摆天气好啊，有当时你窗仔拍开以后，可能至少可能爱半点钟以后，伊希望烧的空气走入，啊，冷的空气走入安尼。啊，迄个电风就会使甲即个过程较紧的，毋免讲等到半点钟。啊，只是讲按遮天文台伊，你拄啊若有看到迄窗仔外口其实窗外口是窗的，外口风若较大，其实风会吹入来，所以按遮的要求袂较袂遐尼严。对，主要是安尼，所以迄其实无啥应用。搁有啊？迄个我行旅馆刚刚有学电火，嘿，电火主要是迄个用的，因为伊是布尔，伊袂发光，所以按需要一个电火去甲照光。以早是用另外迄一台啊靠边啊，伊会像迄种探照灯迄种，迄台啊甲拍起，啊，就像我讲的，你若放歪歪，啊拍起时可能迄布照光的部分可能一边歪一边较光，一边较无光，所以阮台长后来想一个办法，较长一粒，所以一个粒拍起来可能会较好一丝啊。所以装一遐，啊，因为即摆有迄，可能较定用迄就较少利用。它这个后是啥？风哦，甲即个厝顶讲领导一倒位，我拄仔讲的，因为这阮同事家己做的。你若转来转去，转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伊可能小啊，比如讲，要安讲，可能转1年，伊知影这360度，问题是机器本身可能袂拄啊好360度，可能差一丝丝啊。第2年就搁小啊一丝丝啊，第3年愈差愈济。那迄就是甲你讲，甲伊讲啊，我即摆要甲你讲，领导会对，伊转1年以后，伊有一个sense，查着以后讲，这就是零，这就是领导，以后你就照这个为准，伊就转来。当然，拄仔讲的1年、2年、3年，搁开始啊，啊，你就会使搁做一摆。我等下去的伊吼，即种嘛是咧用有，嘛是有，嘛是即台敢有，嘛是有，只是伊的电脑伊的程式小仔 bug，这有小有一个问题伫个，啊像恁拄仔看迄40公分的嘛是有，嘛是有，拢有。好，搁有无？爱金问哦。遐有足侪迄白色的勾勾，迄是啥物用？对。遮无阮见，这白色的，这是要创啥物？无啊，有当时你做代志就是需要搞清楚。比如讲你若暗时啊，你来遮你这拍开啊，我爱电火嘛，一寡电火你会使先交的，伊袂使遮全开。你有当因为这个山头有足侪望远镜，就是足侪千里镜。你若比如讲这个窗仔射对后壁去，我来全开，这伊会过来拍，你就影响着。啊，有当时可能是我较细拍的。我就是遐吊伫遮要做代志，要处理一寡物件时，你有一大架窗仔关起来的时阵，袂使安尼用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去时啊，你做一寡代志时，会使用的。主要是安尼啦。
佫无无？那拄仔本来对介绍啥？就是伊问讲迄狗仔，你本来对介绍啥？我袂记。老花啊，袂记啊。镜子有弄过，这个敢会使用吧？里面那个镜子。会使，问题是无你用。嘿，迄平常时你若是细台的顶悬嘛有一个细机的嘛，嘿，迄是找青用的。嘿，主要讲伊看起来范围较大，你会较好找。啊，找到中以后看偌细，换大机个看的范围较细位，安尼较好找。啊，其实即台嘛是相像，问题是即台遮大台，你要用手去动，太难啦。所以我其实无咧用迄，嘿，全部拢用电脑去控制。嘿，了解。是。啊？但是我问阮台长。阮两个无咧用啦，啊，毋过另外一个助理有咧用。原本这是用来打电话，应该是注意的，注意。哦，这是伊的地水。嘿。我刚有看到底下。是。迄个镜是就是。幻想。嘿，幻想。哦。啊，迄台是？迄台好看。迄台歹，迄台歹。哦。迄 emergency stop 起落安怎？袂当啊，袂紧当，因为拄仔讲诶，这机器人做诶，毋是讲诶我教安怎伊会足听话。有当时因为阮有拄过讲，我有当时当遮做代志啊，是请向常家己家己说起来，毋知伊咧实际做，因为迄是电脑迄边诶问题啦，嘿，所以按有一个，这算家电断掉，嘿。有当时啊，比如阮台长若你一时啊，无你做代志，就甲试落，莫学着当。嘿，有当时阮咧困的时阵较安全啦。楼骹嘛有啦，楼骹嘛一个。你打的是C啥？我也知，我看你唔熟。伫咧观测的时阵发生上趣味也是上奇怪的故事。迄等下讲好无？嘿嘿，等下要开讲啊，才会较好讲。伊主要遮伊时间要到啊，嘿。所以有啥物目标啊？啊？今仔有啥物观测目标？老师是遮，迄是因的目标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因互阮目标的时阵，阮无迄真知影伊是要创啥。有当时伊可能伊写的 proposal， 阮会知影，小我看者，加减知影啦。问题是，你若是要知影较详细，一定爱问伊，印象清楚。嘿。是啊。迄个白色拍开内底是啥物？电线。哦，插座。插电哦。啊？插座。插座哦。哎。哦，了解。甲伊用起来，装在一个箱仔内底较好看。对啊，较方便。好，无问题，按照新闻。刚刚说8点半。差不多啊，而且 POS 已经打开了。紧忙哦，顾恁时间想一下。他们是买的新捷镜片，嘿，高压的。嘿，吹迄尔，啊若连伫顶悬就好了。哦，嘿。我看到，要加。伊的镜片顶悬拢有一个特殊的涂层，嘿，你袂使凊彩家己清，袂使用一个倒挂啥物，嘿，拢袂使。其实平常时你学校伊用细台，还是迄种双孔的，两支目睭去看迄种的拢袂使，嘿。
伊可能6000箍的物件，你愈入的2000箍，毋知有人买买无？千万不要发生过，伊个脚仔会使，对对，伊会惊起来代志无？啊，什物件？脚仔使，较袂，因为你暗时无鸟，无啥鸟会飞啦。嘿，所以基本上阮记下嘛袂啥会开啦。嘿，所以较难。咱讲有当时有一寡虫啊啥，迄个会点。所以像拄仔讲安尼，基本上你若连一顶悬的电脑好处理，因为你连一顶悬按去做咧做的时阵，迄就会使甲处理掉。问题是上惊迄种袂连一顶悬的，因为你若转一个风筒，伊就走去另外一所在。转一个风筒走去，毋是固定的，安尼你就无法度用做咧做去处理掉。有啊，我拄过啦。台湾他们是在会等级会华证，这个 L 200 200元。哦，迄主要是去大家较中，你看一个迄个，迄用的，伊若要，比如讲你个生理行要对准伊，问题是你毋知影你有准无？所以，你用去来看，啊，伊甲用到悬的时阵，看讲，安尼有准无？啊，比伊较来准。你迄台可能落了吧？迄台。后面是我才小仔电视，小仔电视发给市场。这两个几种有没有不一样？嘿，优秀工啊，嘿，但是这种是它那个精度，对，应该是无足准，无100%准。如果靠这种是，嘿，啊，因为你电脑软体一定会使处理，你它一输出来伊会使处理啊，嘿，所以会使毋免100%准，嘿。所以有人会问讲啊，你若有地动啥小歪去啊啥，迄拢外笔，伊电脑会使处理。咱敢有时间互因爬起咧看？刚刚说。即马11分啊，8点10。你讲要准时，你的时间。毋是咱到几点要开始看？台内。回来8点8点13啊，安尼就即马，安尼。你讲迄个。回来就是完全就是日头落去了后，吼，啊到一直拢完全袂受到影响一段时间。啊，只是讲伊看起来，你应该你以早去倒迄个光谱，你迄边安怎讲？毋是名词，是要安怎解说？就是甲光用无共的铺陈啊，做。有，嘿，迄有理哦，嘿。所以你讲拖来一定要到，拖来了后才开始完成。对。所以其实都无时间互因。另外找时间。找时间无就看明仔载。明仔载看。